香港浸會大學前中醫教授科普專欄，轉季眼皮紅腫乾癢，越捽越癢，徹夜難眠，小心變成頑固眼癬。我們的教授最近接診了70歲的葉女士，情況令人心痛。轉季天氣令她眼皮極度紅腫乾癢，脫屑刺痛，每晚徹夜難眠，幾近崩潰。教授拆解越捽越癢的發炎危機。擁有超過33年臨床經驗的香港浸會大學前中醫教授，從現代生理病理角度作3大分析：一、眼周皮膚最薄弱，缺乏皮脂腺保護；二、天氣轉變或疲勞易令免疫過度反應或感染真菌，觸發發炎；三、微血管擴張引發劇癢，由擦極易令皮膚破損增厚，引發嚴重細菌二次感染。教授剖析，脾虛濕重與外感風熱，這多源於脾胃虛弱、濕氣停滯遇上病毒等外感風熱，互相搏結上攻眼簾爆發頑疾。教授專屬療法，內外兼治除病根，治本不能單靠表面壓抑。教授處方中藥清熱解毒利濕，並指導以特製護理油熱敷，達至溫和滋潤修復，內心調理內部。葉女士經調理後紅腫消退，終能安穩入睡。眼周脆弱，亂塗成藥會令皮膚變薄變硬。受困擾切勿拖延，即尋專業治理。查詢詳情98484675。